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又是到了我们上帝主日，我们分别为圣的日子。大家在现场实体，以及我们在家中的这个线上，我们都同心来敬拜神，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意，虔诚的心敬拜上帝，必跟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开始预备心，我们准备开始来敬拜神。圣经诗篇113篇1到3节说，要赞美上主，上主的仆人要颂赞，你们要颂赞他的名，上主的名应受颂赞，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上主的名应受颂赞。各位弟兄姐妹，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之地，我们都要颂赞神。这是我们敬拜的时刻，高声赞美的时刻。我们邀请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个时候邀请我们首先用《十架的爱》这首歌，恳求圣灵帮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而且也按我们的心安静来祷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我们再一次说，我主是谦卑的主，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十架的爱它的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它的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这个时候邀请我们首先为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能够临在我们当中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礼拜中能够切慕他的国与他的义，也恳求主为台湾土地疫情降级后各方面的调整、复苏、民生、政局平安来祷告。愿我们的环境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希望我们生命的环境是合主心意的环境。我们越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周有这个机会，能够为台湾、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整个环境来祷告。主，孩子恳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能够临在我们当中，恳求主帮助我们。
生命的主，你是这个国家的主，你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但是主，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常常忘记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谁而来，所以今天恳求你再次使我们的心苏醒，能够知道这个国属于你，这个义属于你。所以主，愿你帮助我们深深的渴慕你的国与你的义是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阿爸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或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面对变化的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你的国来做标杆，我们就不害怕。愿主你的国如同落在土里的种子，按你的日期发芽，使我们的生命茁壮。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邀请我们一同为我们自身、家人还有朋友的需要祷告，我们就依着 PPT 上第1点和第2点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是感谢你，求主保守，帮助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每个人得到安慰跟引导。我们周遭有病痛、心灵痛苦经济上遇到困境的有生活上有压力的属灵上有软弱的，主啊，求你亲自来遮盖他们，扶持他们，让他们抓住神的应许、恩典跟他们同在。感谢主。亲爱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你面前来倾吐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和痛苦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你，我们就知道你深深的了解这一切的苦难，而且你也没有要我们在这当中孤单。父啊，愿你把你复活的生命是常常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叫我们不被苦难、疾病、死亡来压倒，叫我们认识你是那赐人生命的主，好叫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有一种从你而来的盼望。恳求你把这样的盼望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叫我们知道如何思想我们生命中的难处，如同你在十架上如何迎接上帝给耶稣基督的复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十架的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这个时候，我们继续邀请大家为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祷告。愿主的圣灵能够触摸每一个人的心，使实体线上礼拜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安息。也愿主保守我们在礼拜过程中、直播过程中的影音设备运作、调控都能够顺利，能够顺畅的来敬拜。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我前父亲中特别为早上祭拜神的祷告，神啊，你触摸所有的弟兄姐妹，触摸我的心，你的安慰、鼓励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念经里面，这样礼拜
生命的主，何等恩典！你让我们每周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你的面前得享极大的安息。亲爱的父，恳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在礼拜过程中的人，不论是说的、与听的、侍奉的，或是在你的话语面前拱手等候的，父啊，你的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每一个同工同在。亲爱的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整个礼拜中，一切的流程都能够顺畅。而就算在不顺畅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敬拜你，如何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来抓住那至宝贵的福音。愿你的福音今天再次宣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触摸我们每个人的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歌来敬拜。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得救。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功。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重视。愿圣灵调整我们的眼，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得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功。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重视。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功。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
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不是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有一段时间，恳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有诚实真诚的敬拜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是完全的对你诚实。主啊，愿意把我们的黑暗还有不足来全然的向你敞开。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知道怎么依靠你。谢谢主，谢谢主。亲爱的主，当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不容易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耶稣，你的门徒在跟随你的时候曾经问说，主啊，跟随你那么难，谁能得救呢？但是主你却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苦难中，在自己的黑暗中，没有办法面对你，怀疑你，在我们的失败里面自我厌恶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你，而且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必能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兴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再次说，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全知全能神，荣耀都归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一起来祷告。三位一体的上帝，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与赞美。我们同心聚集来称颂你。慈悲爱我们的父神，天地万物是你所造，你施恩怜悯给全地败坏的人类，并差派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有了全新的生命。你又差派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你奇妙无比的爱。主啊，你曾说，若有2、3个人同心合一，一起祷告，无论求什么，你就必成全。我们在此要为台湾众百姓的健康与经济状况向你祈求。这3个多月来，许多人的工作受到疫情影响，收入大不如前，生活受到冲击。有些人因为尚未施打到疫苗而心里忧虑，恳求主赏赐智慧给执政团队，使他们制定出好的政策，使人民得着照顾，生活顺遂，心灵平静安稳。也为着台湾百姓的灵魂得救祷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而我们身为基督徒都应该去传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期待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用生命影响生命，使我们身边未信主的亲人与朋友愿意打开心门来跟随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教会，或者是在家里透过网络来敬拜主。我们要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有2段，第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第4章26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继续说，上帝的国好像一个人撒种在地上，他晚上睡觉，白天起来，那种子发芽生长，怎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土壤自然而然地使植物生长结实，先发芽，然后吐穗，最后穗上结满籽粒。农作物成熟，他立刻用镰刀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第2段在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一起来读，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要收成的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太少。你们要祈求农场的主人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农作物。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圣歌队引音献诗，献诗完请夏牧师讲道。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种子与上帝国奥秘。我的生命亲像宝贝雨露。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个礼拜我们看见了这个疫情呢，又进了一步，舒缓了有2、3天呢是归零想大家是很期待，我们祷告神保守，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恢复到我们在5月母亲节那个主日这样的热络，那么的热闹。其实我们真的时时要用感恩的心来迎接每一天。我们在台湾3个月，我们从好几百人的感染，然后一下子能够恢回到家庭，真的是被外国的媒体称赞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很奇妙应该是一个神迹的。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得来的，当然我们还是不能轻忽我们不能轻忽，还要继续的一个努力因为疫情没有办法马上就消除，国外还很严重。希望我们在实体，我们在线上，大家都同心祷告，求神亲自来保守跟带领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跟前2、3个礼拜我们都一起分享的主题有一些类似。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比喻，第二个是跟种子、泥土跟上帝国都有关联希望借由这几次的分享，都有从不同的角度，有的从泥土的角度，有的是从种子的角度，有的是从农夫的角度，那都回归到上帝国这个美妙恩典。那我们愿意透过这个神给我们更美好的启示。我们要分享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先父神，感谢你，我们要学习有受教的心，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我们爱什么，而是我们愿意虚心在主面前说：主求你圣灵对我们说话。主无论是读的圣经，或是我们的敬拜，或是唱一首诗歌，只要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得到属灵的启示跟生命的粮食。主愿今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彼此勉励，我们彼此都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也是耶稣所说的很简短的一个比喻。特别的是，这一段经文呢，在别的福音书没有，就这里有。那跟其他的种子的比喻有触类旁通，或是有类似的部分。不过这一段经文，主耶稣特别的强调上帝国我们如果再复习一下刚刚读的经文，他说，耶稣继续说，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好像，换句话说，上帝国这个是非常严谨或是非常庞大的主题但是他说好像，是因为主耶稣要面对的是一群可能不是高知识分子、平民百姓，他要用最浅的道理，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亲身经历的来讲那个奥妙上帝国。他说好像的意思不是等于他说好像一个撒种在地上一个人撒种在地上，他晚上睡觉等于是休息了，根本不管他。白天起来，他说种子就发芽生长了。怎么会这样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他知道应该要种下来，应该要找时间，在确定的时间、天候、天气种下来。那这个是一个农夫一个基本的能力。他说土壤自然而然一个是不知道，然后这边又自然而然的使植物生长。他的意思是说，农夫没有什么能力让它自然而然是上帝让它自然而然的使植物生长、结实、先发芽，然后吐穗，最后穗上结满籽粒。最后一节看起来是顺理成章，但是耶稣特别强调，他说农作物成熟了，他立刻用镰刀收割。他说立刻，换句话说，连收成的时候也不能拖延，按照时间。他说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收成有它的时候，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那这段经文从我们
日常生活出发，我们当然很容易理解。但是他要跟我们讲什么呢？讲生命，讲种子的奥秘，讲上帝国。第二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学习哈。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从种子，从上帝国，从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生命都一样。刚刚我们提起到马可福音书只有2个比喻，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讲到。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是，他特别比较了上帝国跟地里撒种的工作，就是说上帝国跟撒种的连结哈。那我们从最原始的开始，种子，种子它的生命很奥秘。我们看到一颗小小不起眼的种子，特别是硬硬的丢在地上，或是丢在，有时候我们会捡一些种子放在桌上，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好看不错，但是土土的，也不太注意它，但是它里面却蕴含着生命的机制。更不用说很类似的种子一种到地里面，它长出来的竟然是不同的花，不同的农作物，那就更奇妙了。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它的奥妙哈。那我们如果从种子的理解，我们大自然充满各样的种子，更不用说人类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需要根本就离不开种子，因为它是我们最基本的食物。大家如果再安静想一想，你一天生活所吃的有哪一些离不开种子？其实最实际的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饭哈，我们吃的饭就是种子啊。我们吃了很多面包、面粉，那都是麦子的种子嘞。我们早上喜欢喝一杯咖啡，咖啡豆就是种子，对不对？有人喜欢喝豆浆，喜欢吃花生，无论是炒花生、花生糖各样的花生包括花生油、花生酱。我们喜欢吃坚果，因为坚果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特别我们的血管，对不对？那我们做姐妹的很喜欢用橄榄油，或是炒菜啦，或是做那个冷盘的啦，用沾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清就是蔬菜这样的食物都在我们身上。我们用葵花籽油，这些都离不开种子。所以你说种子跟我们人类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也不为过那所以因为种子是多么的重要，等于就是它一个生命的一个源头的部分，所以各国的政府都设有种子保存库了。要保存这种生命，用种子把它保存来，其实是想起来是很轻易拿到，但是要让它保守就不简单了。所以各用做最好的设备特别是要冷冻的设备，保存各种生命的基因的种子。所以现在的很多政府都有这样的设备是农粮的组织啦，或是政府的农业方面的组织，所以他们把它称叫做种子的挪亚方舟。种子的挪亚方舟，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大自然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灾害要来，种子就消失掉了。所以呢，这些种子它可以保存很久，因为好的保护它可以保存1000年生命力最强的高粱的种子甚至可以保存到19500年，那是不简单的。各位可能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知道说全世界有一个最庞大的种子的基因库，就是在挪威。挪威这个斯瓦尔巴全球的种子库呢，它是由挪威政府它出资来盖的，而且它挑选在靠近北极的外海一个群岛，那一个岛上的一个山洞，把它挖到深山里面。意思就是说，用核子弹炸它不会炸掉的。那而且保持很低很低的低温，然后就由各国对这一个种子有意识的，各热带的种子、寒带的种子、高山的种子、南洋的种子都收集起来一定的分量，然后藏进去里面。包括联合国的农粮组织，
包括各国的政府都愿意配合，因为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在很久的地球生命当中，什么时候会消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需要不知道，所以他就把它储存起来，所以叫做种子的一个罗马方舟，是为了要保存那个基因，保存那个生命啊，这个比动物好保存多了哈啊，所以这个种子库呢非常的出名。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农粮署呢，我们的各地的政府都有这样的组织啦，是因为知道种子的重要啊，内部种子怎么样保存的情景哈。那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种种子的一罐一罐啊，颜色这个五花八门，看起来也很漂亮哈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们觉得特别很多女生很喜欢用这个来布置家里面，也很漂亮。那我们从这个种子的生命本身开始，然后映照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既然一颗种子的生命我们都不了解，我们更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所以这个知识、经验、理智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很永恒的问题哈。虽然科学的发达，我们慢慢去探测到，比如说竟然我们每一个人基因有一个不同的来源啊，基因会产生什么样，我们越来越理解，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生命问题来解决掉，因为这个是属于上帝的能力。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科学或是一些文章写到说，生命的来源是什么，它的归宿是什么，甚至也最夯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那这个是一个解说，但是是不是真实的，没有人有办法去验证。基督徒在一大串的问号之后，我们发现圣经的解答是最明确的。人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但是我们会遇到说，人的科学越来越发达，探测生命的奥秘好像发掘了一点，但是有些科学的努力到底是跟这个地球的生命是帮助呢，还是迫害？我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包括所有的地球的暖化，我们人类根本对它的帮助不大，而且是破坏它的比较多。其实我们如果安静来思考，特别是我们到野外没有人工的设施的部分去散步或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每天那个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演化动作都是充满了奇妙，只是我们没有那个触觉去感受而已。反倒是人类一介入，问题都来了，物种消灭，动物消失，土石流，什么东西都来。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英国一个出名的自然学家，还有一个作家叫克胥黎哈，可能有人对这种书有兴趣。他在1932年就写了一本叫做《美丽新世界》，题目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充满了期待，但其实他是在讲什么？他是讲说，这个日新月异的科学却到处毁灭人性的尊严，把上帝所赏赐的世界破坏，一个一个破坏，所以科学反而成为毁灭世界的能力。什么都能做的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世界的幸福。尤其在今天，我们在一个月前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台湾都土石流、淹大水，连德国这种先进的国家，他们也没办法去阻挡突然间的暴雨。那这样的科学到底是带来人类的福祉吗？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福祉都不知道。这个赫胥黎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家，他做的书因为翻译好多版本了哈。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的不是这个版本。那我们回到种子，种子的生命的奥秘，是因为耶稣把上帝国比作农夫撒种的时候，他也把它点出生命的奥秘这个根本的问题。生命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呢？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所创造的。尤其当我们安静思考的时候，知道生命的奥秘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就像农夫，他只知道怎么说栽种种子，但是种子怎么样发芽，他不知道。所以人生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哎，一个未知啦，未知你会产生兴趣、好奇，甚至想要去冒险，需要去实验，那很多惊喜跟感恩就出来了。我说，我们说什么事情都知道，我们觉得也没有趣啊，这未来事情都知道了，那你干嘛去冒险？干嘛去努力？其实人就是很矛盾，很想要探测，但其实未知才是一个努力的过程。所以圣经箴言1章7节讲这句话非常的棒，我们很熟的经文说，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智慧的开端？因为这个根源就是敬畏上帝才能够揭开生命的奥秘的钥匙。你敬畏神，你就知道哦，原来生命的道理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用自己的方法，可能越早越窄越极端，那就会发生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会产生偏差。弟兄姐妹，上帝国跟种子这两种怎么样去比较？我们可以说，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从最微小的种子去看见一个伟大的奥秘——上帝国。耶稣把种子的生命奥秘直接连接到上帝国的奇妙。这个比喻强调种子本身有神奇的力量，就像福音就是种子，福音在一个人身上怎么样成长，它蕴含着力量。所以种子其实是很微小的，但是它蕴藏着生命，撒在地上也不起眼，但是撒种的人他极深的期待，然后上帝国在这个地上也好像在人的心中，看起来好像一直重复，对不对？但是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换句话说，种子本身的奇妙配合人的按部就班的努力，上帝一直掌握着这个奇妙的成长。耶稣讲这一句比喻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人真的不了解种子怎么成长的。不过现在因为电子摄影非常的进步了，所以很多人喜欢做缩时摄影，对不对？可能我们自己当中弟兄姐妹、年轻朋友都会做这种缩时摄影，因为它是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如果更久的，可能要几天拍一张，或是来看这个云的变动，或是整个风景的变化、四季的变化，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缩时摄影。我知道网络上看到一个种子发芽的一个缩时摄影我们要请同工来播放一下，我们稍微领略一下它到底种子发芽的情况这是一个番茄的种子，它其实在家里面做的它就很简单，一个杯子放了种子在里面，那浇了水，那就是很像农夫做的事情一样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在家里面用一块那个地瓜或是一块小小的马铃薯，怎么样它就自动会发芽了。它让你在1分钟看见了好几天它的演化。特别你看注意杯子下面那个根它窜来窜去，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展示的动作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投影片，弟兄姐妹，我们只是看到它另外一面，多知道一点，但是它怎么长还不知道。另外我看到一个影片是说，那个种子它竟然有那么大的力气把上面硬硬的土把它撑开，然后发芽出来。我们最常会看到在大都市里面的柏油路是做的比较好。我记得在乡下那个柏油路铺一铺，没多久就长出很多绿芽，很多的草出来了。我们可能会在哪一个墙角，就是一个小洞，就长出一棵榕树。那个种子的奇妙是在于说，你任何环境只要有适合的
时间它就长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截图的画面就看到说，一颗种子它竟然有这样的能力，那是它自己的能力吗？其实是神给的，神赋予的能力在这颗种子身上。这个种子发芽成长，将来长成像耶稣所讲的那个芥菜种，长成一棵大树，都是这样子。那个根串得很远。前2天来新闻报道说，因为树的根把它撑破了，有些路那个铁路都不能通，因为影响到那个安全了。所以耶稣巧妙地指出说，农夫辛苦工作不偷懒，从撒种到收成都不舒服。圣经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自然而然。但是我们如果理解这个自然而然是从农夫的眼光了，但是从上帝来讲，哇，那不简单了。生命的赋予是不简单的，它不是自然会长出来，而是农夫你尽你的职责，尽你做农夫的本分，那个成效。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种子本身要品质好，它有生命在里面。如果是种子已经腐烂掉了，或是破洞了，它没有办法。农夫在种完这一次耕作之后，他过一段时间等发芽了，他会发现说，原来这一块这些种子是不好的，都没有长出来，赶快再补种一些东西，趁时间还没差太久。所以死的种子再能干的农夫都没有用哈，因为我们跟农夫都一样，没有制造生命的能力。所以种子它本身如果保存得好，它竟然可以延迟那么久的生命。刚刚有提到，另外实际的运作是在1951年日本的千叶县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古莲子的种子。那当时的一个研究者叫大贺一郎博士，他就把它重新种下去栽培了，竟然成功又长出来2000年，他就把它取名叫大贺莲哈，大贺莲。弟兄姐妹，种子在暗中成长，预表什么？其实预表是我们传福音哈，我们是尽农夫的本分，但是福音的成长，上帝国的成长，是上帝使它生长跟成熟，我们只是尽他的职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是说，种子本身看起来没什么，但是你因为尽了责任，尽了你的本分，那种子的成长就上帝他让它成长。我们教会呢，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能信务小组不能按照时间哈，不然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运作了。按我们时间，因为疫情还没有办法明朗，所以我们今年的信务小组可能要做暂停了哈。但是鼓励各小组呢有适当的时机举办那个福音茶会，这个福音的传递还是不停歇的，只是不用这个模式哈。那我们松年呢有一个幸福小组，他们就邀集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啦，一起出游啦，一起讲解一些那个时候在带领的那个陈明仁执事，他就觉得说，牧师，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好像觉得没什么成果哈，我们努力那么久哈，都没有什么动静哈。我就鼓励他说，其实真的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哈，根本看不到结果。但是你只要按照时序，就像农夫在栽种一样，就会有收获。果然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一个那个春凤姐，她来跟牧师讲说，牧师，我们带领来教会的2位慕道友，他来主动讲说，我们准备要洁净礼拜，要把家中那些偶像、那些祭拜的东西都除掉。我说，他们有没有来过教会？有啊，他来参加小组啊。他跟我们这个团体一起去出游啊，他就觉得在教会很好，他主动来邀请说牧师去给他们做洁净礼拜。其实在无预期当中，上帝就让他成长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像农夫栽种好像没有收成那种感觉了，但是农夫从来不会泄气的。今年台风来，大水来，没有收成，你会说那我不要了，不种了，他还是重新整理，然后重新又再种。最近高丽菜什么菜，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很贵，对不对？农夫他们马上又把那些腐烂的菜把它离掉，重新又种下来，因为他知道能力不是他的，所有的环境也不是他控管的，但他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我们传福音也类似的。
有时候你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他可能跟你太熟了，他觉得你讲的他根本不在意。哎呀，心中很难过，很着急，说啊，他怎么都没有感动啊，没有感觉的。其实，我们就只要做尽责的农夫，按照时序栽种，上帝会让他成长。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教会呢开放这个场地，由台南市的众教会的牧者来到这里，因为他们邀请了前的台东县长卸任的叫黄建庭县长，他是一个基督徒，来到这边做见证。他告诉我们说，刚开始他接这个台东县的时候反正所有负面的都在他们县了。人口最少这个经费最少最贫穷的、最老年的最没有什么产业的，什么反正负面的都在那边。但因为他本身是台东人，他就努力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改变那个政治的文化、那个管理的，还有包括民意代表。因为他身边有一位基督徒的太太，就开始为他祷告。甚至他在背后邀集了县政府里面一些局势的人举行一个办公室的祷告会，然后慢慢发现说，原来哇，这个热气球竟然台湾能够飞行热气球，可能很多带孩子去做过。热气球是一个科技的东西，还要有飞行的，因为近来台湾都没有这样的法令。但是他就是努力去突破，还到国外去展示说这是台湾来的热气球。他要推展在台东的漂亮的海岸来举行那个冲浪，反正各种东西就带了人来。这个热气球听说带了好几十万人来，比他们的县民还多。然后他的夫人在做见证，他说他嫁给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就为他祷告，上帝不在他当县长前信主，是他登到最高峰，成为明星的县长的时候，他感动，他知道说，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所以他太太为他祷告了27年才信主。他现在因为卸任了，所以到处各地去传福音了27年，一个农夫栽种27年才收成，你会等得住吗？但是记得主耶稣说，他自然而然的就成长了。最后我们要一起学习说，成熟的禾捆还需要收割的工人。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句就是29节说，农作物成熟，他立刻用镰刀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句话从农夫来讲是根本是基本的道理嘛。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稻子你如果结实了、成熟了，你不收，有2个情况：一个是被飞鸟吃掉了，第二个是它会倒到地上去。加上如果下雨的话，那不得了，那个稻就不能再吃，因为它会在地里面要重新发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农夫的农村呢？他们在收割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台语叫做放盘。放盘意思就是说，今天我的田要赶快把它收割起来一个人怎么做得完呢？拜托我们家里的附近的时候，亲人都一起来帮忙，一下子1天2天就把它收割完成了。所以我们在客家会吃到一种叫挂地蛙崩，有没有吃过听说很好吃有吃过。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在野外工作流汗大家这个家庭主妇煮了哇，用担子挑过来一些挂地蛙本给大家吃，吃得很快乐。现在变成在观光的时候在吃了所以农作物收割放到谷仓里面，那才是完成，那才是对我们的生活生命有帮助。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收成的时候，它有更深的意义他说这个就是跟上帝的日，就是世界末日有关。就好像生命成熟了，神要收割，就像我们传福音要收割一样。所以耶稣强调说，种子发芽生长，怎么会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是议题的重点。不知道，但是神知道。
上帝国总是悄悄的成长，因为上帝国赋予了这样的力量，但是背后是尽忠的农夫，关键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弟兄姐妹参与过幸福小组，或是其他传福音的工作，或是我们的新人关怀，以及我们的一个这个福音茶会，你都知道说，我就是把它当成我耕种的对象，但是有一天神要让它成长。所以耶稣讲这句话非常很简单，但是收成也表示完满的日子圆满的日子。耶稣在多次把末日比喻成收成，好的果子要收起来，但是杂草跟稗子要被除掉，甚至那些糠秕糠秕就是那些没有必要的壳，就要被拿去火烧，被风吹走。马太福音3章12节这样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来烧尽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看见收获，都是非常高兴。但是，一旦是面对世界的末日，上帝的日子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因为抢救灵魂，因为要尽力传福音，因为要预备神的降临。所以在面对圆满收成的态度，是第一个要培养心灵的忍耐，有忍耐的心等候上帝的日子来，因为不是你控制的，所以你要用耐心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能老是有一种负面悲观的情绪，心怀盼望跟信心。就像农夫他种下种子，他就可以安心的睡觉，因为他会让它自动成长，上帝会让它自动成长。最后是你要做好准备，你不能临时抱佛脚，或是临时提枪上阵，不是，是我们要接受完整的装备。我们教会做门徒训练，我们教会做传福音的训练，做幸福小组的培训，是为了说，当你要发挥的时候，就发挥得出来。所以耶稣在这段马太福音9章37节讲说，耶稣对门徒说，要收成的很多，收割的人少，你们要祈求农场的主人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农作物。我们都是工人，要尽自己的职分。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传福音的这个流程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管道，透过网络，透过你跟这个好朋友的关怀联络，也许他心中的苦闷，借由你听他的倾诉，你可以传福音给他。所以在末世的时刻，上帝更需要更多的工人委身在传福音及收割的这个工作上面。弟兄姐妹，耶稣讲一个小小的上帝国跟种子的故事，却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成长跟流程都连结在里面。难怪小种子一个大比喻。我们基督徒一些老弟兄姐妹很喜欢唱长春诗歌长春诗歌就是我们旧的一个短歌啦。它有一首诗叫做“赶快工作，夜来临”，赶快工作夜来临。它怎么经文很适合我们今天耶稣说差派工人的意义他说：“赶快工作，夜来临，趁着早晨清醒，露珠要采，花笑时，工作要辛勤。阳光渐渐加明亮，我也加倍兴奋。赶快工作，夜来临，夜临工必停。”第二节，赶快工作，夜来临，趁着白昼光明，尽心尽意尽力量，勉励习婚姻这个歌词蛮有那个韵味的很有那个实力的。他说：“光阴飞逝难留住，应当充实善行。赶快工作，夜来临，夜临工必停。”感谢主，因为要赶快工作，因为夜晚来了，工作就必要停下来。愿我们在这个疫情当头的时候，我们仍然辛勤努力，预备要做主的工人，来做收割撒种的工作。我们接下来要一起为这些事情来做一个代祷，我们再来做报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台湾经过3个月大家的同心努力，让这几天本土的疫情能够归零，这是神美好的恩典，以及全台湾百姓大家努力的成果。
主啊，我们还是继续存着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让疫情能够顺利解封，恢复到3个月前我们平安快乐过日的日子。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身体健康得到保护，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整个产业，整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在疫情下，无论是工作、经济、事业，都遇到困境。现在主帮助我们，因为知道有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要来，所以我们要有美好的准备，未雨绸缪，能够有智慧，能够度过这些难关。我们的健康也能得到保守。所以我们教会各样聚会事工慢慢在开放当中，求你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侍奉同工有神来的呼召，重新恢复回到岗位，让工作我们的事工恢复顺利。特别是福音的事工不能停，在各种得时跟不得时，我们都努力传福音，做一个尽职的工人。主啊，我们在暑假将结束，我们的青少年主日学生要回到学校，求你保守他们在学校平安健康，尤其年轻小朋友都还没有打疫苗，求你保守他们有平安，有美好的学习跟成长。特别我们在这个时候为病痛接受医治已在静养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在医院接受手术，有的有癌细胞在身上需要做各种治疗。主啊，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做什么，我们就恳求神听我们的祷告，赐下你的医治，赐下美好的有能力的医师来帮助他们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医治。我们也为会友平时的工作生活平安健康喜乐祷告，也为长辈在居家生活都出入平安。神啊，我们求你保守，让我们因为有依靠，我们生活无论是得时跟不得时，顺境或逆境，我们都勇敢面对，有喜乐的心面对一切。所以我们特别也为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失去亲人的家庭祷告，求你赐下你的平安、信心、盼望，也让他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的处理都有神特别的保护。我们奉你的名的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老基督徒或是新来的朋友，我们都同样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样的喜乐跟平安，让我们有信心往前走。神给我们智慧能力来处理各样的事情，但是更有神美好的安排，让我们一路所做的都有神的平安、喜乐跟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牧师来做一点点这个报告哈，那就来做结束哈。那我们的施工报告有几项，第一个是我们疾管局的通知，我们是2级警戒哈。那这一个礼拜因为疫情更和缓了，好像听说全家合菜都可以不用再隔板哈，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做礼拜哈，现在也是按照梅花做，但是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家人坐在一起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家里面都在一起了哈，甚至不用戴口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持梅花座的距离，但是家人应该在旁边没问题哈。那我们期待下个礼拜是不是能够完全更大的容许哈，我们在现场更多的人做礼拜。那目前我们还继续保持线上的同步礼拜。第二个是我们有关中保代祷的事工哈，将到9月就要恢复了。我们的代祷室每一天会做清消哈我们就请5月2号那个时候差派的这一期的勇士就继续服侍，等于我们停了4个月哈，那现在又9月就重新就按照这一群人再继续服侍。那我们自己个人也能够按照这个规矩的哈，加强清消、10连制、酒精手部消毒、戴口罩哈。那自己我们在教会有预备那个酒精，我们可以擦拭这样子哈。我们也在做财务报告，就是我们感谢上帝的保守，我们会友的支持哈，我们的经会到目前都能够很顺利运作。那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朋友都很会利用多元的管道来奉献哈。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也能够继续支持教会的事工哈。另外一个是跟年轻人有关，就是我们的奖学金申请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奖学金有
高中到研究所的奖学金，还有青少系等是国中这一部分，还有接受各单位来鼓励助学金，就是说他可能经济上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可能他的课业成绩也不是一定顶尖，但是他值得推荐，我们都可以提出申请哈。那今年我们也加入了杨树昭姐妹的纪念奖学金，她的家人奉献，我们把它加入里面，所以我们的奖项就更多了哈。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购买这个周历手册哈。那计划事工还有灵修都很方便，我们照办公室登记，我们在9月5号就截止了。另外是有关新旧约的现代台语本哈。我们现在说国语的比较少接触，如果喜欢研究台语的，可以在10月31号以前哈来购买这个圣经哈，是新的全部现代台语哈，做灵修很有好的帮助。那最后我们也一起关心教会会有的家人失去家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第一个是陈美云姐妹的爸爸哈，叫陈金城先生，在8月20号安息。定于9月3号的礼拜五上午的9点半，在市立殡仪馆怀哲厅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我们为这个家庭来代祷，求神安慰哈。另外就是我们在场的子兰执事哈，他的妈妈在昨天在家中哈非常安详的离开了哈。虽然不舍，但是感恩，因为神让他没有病痛。那预定要在9月4号，就是再来的礼拜六下午2点，在教会里面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当然这个时间还是在99人以内啦哈。但是我们如果有需要参加，可以跟子兰执事打个招呼。那我们希望也是在疫情的控管之下这个人数都达到这个标准跟要求。特别是我们为这遗族来代祷，求主赐下安慰、平安、信心跟力量。我们现在呢，主日礼拜，特别是第2堂我们其实容量都还够意思就是说，有人习惯在网络在线上，但其实我们现场更多的互动也出来走走也不错所以鼓励第2堂，如果弟兄姐妹你时间方便，一起到礼拜堂来实体的敬拜我们可以容纳99位。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同心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申命记》5章16节，一起来。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5章16节。
好，接下来请起立，我们唱结束的诗歌。唱完后，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我们来请坐，默祷来避会。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哈，我们彼此来拱手祝福，愿大家都平安喜乐哈。我们今天有看到好多位年轻朋友都来了哈，还有小朋友也来哈，加油啊！上帝祝福你们哦哈，小朋友。